4月开始，电钱就要起啊！中南部本地就真烧热，就学生甲家长开始伫咧烦恼讲，未来学校敢为着要省电，就无爱开冷气，是因为学校的冷气这电钱呢是由教育部补助，用偌济电、用电时间拢有标准的。目前经济部是决议学校的电钱即摆袂起价。学生囡仔当咧教室上课，最近高雄天气渐渐啊转热，这间国小有的班级是开始吹冷气。即阵中南部已经有悬市气温超过30度，有家长会烦恼，南部的天气本地就烧热，但是4月电钱起价，学校敢会为着省钱无要开冷气，惊囡仔会热着，要家长有无共看法？我感觉囡仔嘛莫过了伤舒适，因为你若伤舒适，到时阵伊电脑袂惯势。安尼个热天要到啊！吼，气温悬，囡仔较会躁动，吼，也是讲囡仔体质有诶袂堪热，吼，所以伊会影响到囡仔诶学习。教育部为111年推动班班有冷气，补助学校4个月冷气钱甲维护费。为今年开始，补助金额提悬到1度3.71块。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为前年开始，补助日子特别增加到5个月。以高雄前金国小为例，学校会以气温做标准，鼓励老师超过28度才开冷气。好的，把这个钱把分配给各班来使用，咱有一张卡，学校会把钱欠伫内底，各班就用这个钱来吹冷气。经济部电价费率审议会决议，即届学校是伫咧电价无调整的范围之内。经济部已经决议，虽望4月份电钱就会起价，不过未有定园到大专以后，拢无要起价。高雄市教育局表示讲，未来若是学校补助电钱有无够的状况，会当向教育局来申请。记者张怡慧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